今仔日是5日节连假的头一天，中华鹿港小镇举办光影艺术节。这个灯光结合着自然的环境，真水哦。南投的千景农场特别邀请到蒙古的美术团来表演特技，尤其是人甲马仔做伙踏罗汉，一个踏一个，是互观众看甲真赞叹。 特技人员做出高难度的动作，佫变成贴罗汉刷来，又佫人踩大天空而起，美术仙女天魂驾雾。5日节连假为了冲关受到疫情影响的游客数量，南投千景农场邀请蒙古的美术特技团一天表演2场，困难的动作拢可应袂到，游客除了佫会使体验骑马，佫会使甲古水的羊仔互动。 这时，伫农场顺刷到暗时，行入鹿港小镇，更加互人赞叹，充满七彩灯光的装置艺术，溪边嘛有倒影彩色光芒，水面有发光的喷泉，真浪漫。这个光影艺术节伫中华。 我觉得这里变得就是很适合小朋友来这里逛。这个本来是蛮荒废的地方，然后瞬间感觉变得很亮丽，然后让我觉得说这里会让我觉得很舒服。 开幕这日天有真个表演，除了有优美的大提琴的表演，连传统的人铃、人狮嘛变夜光的，好现场的气氛闹热滚滚。也有非常多的这个人间国宝在鹿港哦，那所以说它的精彩度是非常的一个精彩。疫情期间，有真侪人真郁卒，趁5日节3天连假会使出门行行的，是讲嘛是要注意防疫的工作。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